你以為嘅餐飲老闆出差，到處食，又風光又舒服，但其實哇！終於到咗武漢，坐咗4個鐘嘅高鐵。哇！原來武漢嘅天氣真係好好喎。走，依家出發去揾好食嘅。策劃下探店計劃，今日係長硬仗，第一站嚟武漢就應該飲返個蓮藕湯。產品功能介紹、產品賣點同食材嘅賣點介紹，好勁啊！一陣間買2本翻去，手工蝦渣，陣間要買啲翻去就開始食。蓮藕排骨湯，果然係要嚟武漢飲先夠正宗。第二站排隊5個鐘嘅台州菜，排緊隊都要食。呢個紅棗，開動，他們拍就可以，我負責吃。第3站武漢熱乾麵，武漢熱乾麵真係好乾，就咁樣食噶咯喎。食唔慣都要食。不過就係有啲乾，超級乾。頭先嗰個熱乾麵，講真嚇，花生醬真係超香，個麵亦都唔錯。不過我呢個廣東胃似乎有啲真係食唔慣。時間唔等人，車上先總結復盤一下。第4站，街坊鍾意燉湯，再食多盅。每一口試食都係為咗門店嘅出品把關。一日結束啦，但再苦再攰都要晚上開會復盤。第5站，食個漂亮飯，拍完先，食。依家我哋已經進入食到第6餐啦，繼續接住落嚟食。第7站，繼續探店，學習優秀菜品。做得餐飲就係要食得，只為揾到更好嘅味道。去到邊度都要走一次當地菜市場，揾更新鮮嘅食材，帶返俾街坊。尖㗎！每一次收穫必須馬上開會總結，先至可以為街坊帶嚟價值。餐飲人沒有捷徑，連續轉繼續考察。快啲，仲有1個鐘，呢個商場就關門啦。好，依家嚟到我哋嘅第8站，食唔落都要食，再食。先食個鮑魚先食好嘢先。第2個啦，好好味啊！又係收穫滿嘅一日，就算凌晨亦要 keep 住復盤，邊度有隨便嘅成功？不過係餐飲人嘅，一路奔波，一路堅守，只為唔辜負街坊信任。